想到呢，这个大师跟我们说啊，我们为了欢喜而来人间的，所以呢，玉林哥每次呢带给大家无穷的欢喜。我希望这些欢喜呢都能够回到玉林哥身上，让我们全身呢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。希望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收视长虹，欢乐满满，然后呢真的能够如大师给我们的祝福，和谐共生，马到成功。祝福玉林哥。玉林哥这样的开心能够迎来这个好消息。希望呢，你能够赶快的回到这个圈子来，因为我们都很想念你的。玉林哥好，玉林哥，我是美乐，我是糖糖。恭喜恭喜，黑白威廉即将要开播了！祝福玉林哥一切顺利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燕佩。玉林哥的节目《黑白威廉》终于要开播了，真的很令人期待。也恭喜玉林哥满血回归，未来一定会带来更欢乐、更有趣的内容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祝福玉林哥龙马精神，也祝福收视，怎么样？收视长虹，一马当先。恭喜！玉林哥，当初听到你身体有点状况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超担心的。不过还好有好消息，你康复了，要复出了。所以在这边呢，要祝玉林哥新的一年能够否极泰来，然后最重要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如意。玉林哥，快点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森淑妹，恭喜玉林哥强势回归，身体恢复健康，归队了，大家有福了。要记得收看好节目。那么我在这边要祝福黑白威廉新节目上市一定是收视长虹，同时也要祝福玉林哥早日回到节目上面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思莹，咱节目要播咧，祝福节目收看的人多多，大家都满意，也祝福玉林兄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利。拜拜。大爱，你刚才你无伫这段时间，我拢替你代班。啊，毋过你是威廉心呢，哪有人我就替你代班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你要紧转来，大家拢做想你的吼。黑白威廉你要做啊，请大家楼顶招楼骹，阿母招阿爸，做伙来收看吼。大爱，紧转来，大家拢在等威廉心。哇，不得了了！黑白威廉 Fighting， 这是一个非常新，而且全程讲台语的一个外景节目，算是台湾首创。再加上玉林哥对抗这个病魔 Fighting 成功，台湾综艺不能没有沈玉琳，也预祝这个黑白威廉 Fighting 大成功。玉林哥，我是你的徒弟林香。前阵子呢，你身体不舒服，其实大家都超级担心你的，尤其是我真的超级想你，我动不动就会把我跟你以前的影片打开来看，然后就觉得哇，好想你哦，有你的日子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。然后呢，听说你要复工了，真的很替你开心，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哦，工作很重要，但身体健康更重要。黑白威廉节目收视长虹，录影都健康平安，越来越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梁鹤群。今天非常的高兴呢，听到我们公视台语台年度的力作《黑白威廉》，在我们台长呢大有为的领导之下呢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最帅的 PD 啊，曾 PD 曾在主呢，那这个精心的策划之下呢，我们这个节目呢，终于呢要来推出啦。那想必呢推出呢，一定呢势如破竹啊，收视率节节高升啊。在这里呢，也呢跟大家的期望是一样的，祝福我们玉林哥呢，我一个亦师亦友的好大哥呢，身体健康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成绩越来越好。那也祝福现场各位呢，在这边拜个晚年。那希望大家呢，马年行大运，马上赚钱，马上发财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秀清，祝福黑白威廉 Fighting 节目收视第一，家贫如潮。事事顺心。大家好，我是白云啊哈，在此哈，这个老沈玉林兄啊，
希望你身体较紧好咧。你来看，过年时阵我来拜拜嘛是啊，甲新年禀报一下啊，吼，啊你今日回到我们演艺圈，啊重点是呢，就是咱这个黑白威廉吼，祝伊收视长虹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Hello， 哎呀，恭喜我们黑白威廉，马上就要面试了。那最大的重点就是我们玉林啊，就是看到你可以康复啊，继续回来复工，我们觉得非常开心。人生前半段啊是加法，交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朋友；人生的后半段是减法，我们慢慢会减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朋友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当中得到很多的选择嘛。你看宪哥一辈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共同的革命情感，然后在最重要的时候，彼此都会出手为对方鼓励，得到就这些了。面对老朋友，最大的重点就是衷心的希望他能够有好的成绩，人生啊、事业，还有你的健康、家庭、可爱的女儿，对不对？祝福一切。黑白威廉，恭喜厉害了！公视哦，这个厉害，一听就知道一定会走红得奖的一个节目，因为在公视嘛。来。